AI 股捱沽，蘋果成第二間$50,000億企業。科技股出現廣泛拋售，投資者紛紛避開 AI 及半導體股票，蘋果公司從中受惠。蘋果成為第二間市值突破$50,000億的企業。蘋果股價在本周第二個交易日創下高位，高見$342.89，市值達到$5.04萬億，其後稍微回落至$340.08，維持在$50,000,000關口附近。蘋果在本月較早時候已經超越晶片巨頭輝達，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輝達自2025年6月以來一直佔據榜首，並在去年10月成為第一間突破$50,000,000的公司。這間美國消費電子公司的股價急升，主要受到其產品的強勁需求所帶動。同時，公司決定不參與 AI 投資競賽，避免了像其他大型科技對手一樣消耗現金流。蘋果創下高估值之際，全球 AI 股票的拋售潮正在加劇，市場日益憂慮 AI 公司借貸擴建數據中心。華爾街在本周第二個交易日開始時，美國晶片股跌勢擴大，英特爾、超微、SanDisk、威騰電子及希捷等跌幅均超過4%。納斯達克100隻成分股指數一度下跌1.8%，意味着自6月初創下歷史新高以來，該指數已下跌超過10%，陷入技術性調整。同時，韓國股市跌至4月中旬以來的最低水平。半導體公司 SK 海力士及三星電子股價均下跌超過10%。分析師將拋售歸咎於對 AI 投資的憂慮，以及來自較廉價的中國企業競爭。此前有報道指出，中國已開始大規模生產國產的深紫外光晶片製造設備。投資者亦可能對 AI 行業的循環融資感到不安，即 AI 公司之間互相提供資金。谷歌上星期的公布亦令投資者震驚，谷歌今年將進一步增加資本開支，高達$2050億，以推動 AI 計劃，更首次錄得負自由現金流，在截至6月底的3個月內，消耗了$59億。蘋果因為在 AI 發展上相對落後，反而獲得了某個程度的保護。由於內部開發模型遇到困難，蘋果轉移依賴谷歌的技術，來推動全新 Siri 等新服務，這為蘋果節省了龐大的基建成本。這些成本正是令投資者卻步的原因。蘋果上個月宣布提高 MacBook 及 iPad 的售價，但決定維持 iPhone 價格不變。分析師指出，這項策略刺激了需求，買家在預期今年稍後加價前，紛紛搶購這款旗艦產品。為進一步刺激需求，蘋果在本周第二個交易日在美國聯同支付公司 Klarna 推出了一項設備租賃計劃。iPhone 的每月供款為$17.99起 ，Apple Watch 或 iPad 為$11.99起，而 Mac 則為$24.99起。Forrester 副總裁兼首席分析師表示，蘋果拒絕參與 AI 開支競賽，並押注客戶體驗而非基建投資。這將最終決定誰是贏家。他又指新的租賃計劃是一個聰明的策略，這並沒有降低 iPhone 的售價，而是透過可預測的每月供款，改變了消費者對成本的觀感，並取代了對高昂價格的震驚。連同交易時段的升幅，蘋果股價今年以來已累計上升24%，表現大幅跑贏美國7間科技巨頭中的其餘6間。蘋果將於本周第4個交易日收市後，公布第三季業績。分析師預期期內收入將按年錄得超過15%的增長。矽谷科企爆發路線之爭，中國人工智能急起直追。過去一星期，科技界多名巨頭就人工智能未來發展表態，隨着中國推出最新模型，這場爭論近期再次升溫。NVIDIA 行政總裁黃仁勳、Microsoft 行政總裁納德拉以及富豪馬斯克近日發文，齊聲呼籲發展開源模型，這代表模型可以免費開放，並容許用家自行修改。黃仁勳在社交平台首度發文，指開源模型能加強網絡安全，加速創新及技術普及，並確保國家技術主權。他上星期五的貼文附上由 Microsoft 發起的公開信，聯署者包括多家知名風投基金，以及 SpaceX 與 NVIDIA，還有 Palantir 與 Andreessen Horowitz 等。
信中強調開源模型不可或缺，能為全國創造創新機會與繁榮，呼籲科技界與美國政府擁抱技術。不過 Anthropic 未有參與聯署。該公司一直在這場辯論中採取完全相反的立場，他們長期認為開源模型極危險，因為相比起他們自家研發名為克勞德的聊天機械人，開源技術更難以監管，亦難以設立安全護欄。OpenAI 雖然有簽署公開信，但過去亦曾提出類似警告。該公司戰略部門主管波爾上星期在社交平台警告，採取開源政策將有利中國，甚至導致全面人工智能共產主義。雙方陣營在開源模型立場上均有明顯的經濟考量，風險投資公司一直擔憂企業人工智能成本不斷上升，而 NVIDIA 等晶片生產商則受惠於市場需求擴大。至於 Anthropic 與 OpenAI 等公司，在美國前沿技術已具備優勢，如果出現更便宜及易用的模型，將直接威脅他們的主導地位。這場關於開源優劣的爭議，在科技界由來已久，但今個月之所以陷入白熱化，是因為中國發布了全新開源模型，足以媲美美國最頂尖的同類產品。這款名為基米第3代的模型，震驚了整個矽谷與白宮，高層與官員正爭論如何應對。正當科技界對開源模型出現分歧，特朗普政府內部亦意見不一。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上星期指控中國模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聲稱白宮可能制裁外國實驗室。目前華府似乎未能達成共識，究竟應限制這款中國產品，抑或維持現狀不變？因為部分美國企業已開始依賴這些廉價模型。另一方面，在審訊即將展開之際，多家社交媒體就訴訟達成和解。自今年3月，一個陪審團裁定 Meta 及 YouTube 須對年輕人受傷害負責後，這些科企一直避免再次對簿公堂。在數以千計涉及兒童成癮的案件中，其中一宗原定本周一在洛杉磯法院開審，但雙方在最後一刻達成協議。案件由佛羅里達州一名15歲化名阿爾的少年提出，他聲稱約8歲開始使用社交媒體，並迅速染上網癮。法庭文件顯示他因而失眠，並患上抑鬱及焦慮症。他的訴訟針對 YouTube 與 TikTok 以及 Snap 和 Meta， 其中 Meta 擁有 Facebook 及 Instagram。YouTube 與 TikTok 及 Snap 過去數週已跟原告和解。Meta 上週亦達成協議，稱原告人在沒有收取賠償下撤回申索。雖然該公司稱訴訟毫無根據，但少年的代表律師指出，原告擔憂難以承受漫長審訊。Meta 的律師團隊以挖掘原告個人及家庭隱私聞名。在3月的首次審訊中，公司詳細搜查原告心理治療記錄，並傳召醫生出庭作供，指出該名年輕女子生活中的衝突。少年的律師表示，他選擇撤回索償是為了專注康復及接受治療，期望能夠過上正常生活。這是自3月以來4家科企避開的第2宗大型審訊，這些公司全數就另一宗原定6月開審的類似訴訟和解。該案由肯塔基州一個校區提出，指控科企蓄意設計成癮產品，導致兒童受到傷害。但這4家公司仍面臨數千宗訴訟，由多個家庭與校區及州檢察長提出。另外有42個州份亦正單獨起訴 Meta， 意味該公司尚未完全擺脫官非。Meta 在3月輸掉新墨西哥州的訴訟，被陪審團下令支付巨額罰款，金額高達3億7500萬美元。到了本周一，田納西州提出的另一審訊，在開案陳詞中稱該公司為成癮機器。由29個州份檢察長提出，針對 Meta 的聯邦訴訟亦將於8月18日在加州奧克蘭開審。至於 Google 就面臨歐洲監管處罰，歐盟上周向 Google 罰款約10億美元，指控其違反數碼市場法案，認為該公司偏袒自家服務，從而打壓競爭對手。在歐盟宣布決定的同一日， Google 發布季度業績報告，宣布在短短3個月內錄得1200億美元利潤，增幅達24%，並超出華爾街預期。Google 龐大的收益凸顯了其面臨的監管審查往往只屬於輕微懲罰。歐盟的罰款對這家科技巨頭而言只是整體利潤的一小部分，不太可能對其營運構成實質威脅。對 Google 更具隱憂的是，其股價上周急挫7%，是原公司高層宣布將資本開支上調至2050億美元。該公司的自由現金流，即扣除營運及資本開支後的可用資金，在近年創下歷史新高後，亦轉為負數。
簡單而言，Google正投入巨額資金，遠超華爾街所有人的預期，令投資者憂慮最終可能無法回本。千億美元交易疑似告吹，人工智能經濟面臨考驗。人工智能經濟圈是否開始動搖？上周有報道指出，NVIDIA 與 OpenAI 之間去年9月公布的千億美元交易，最終可能面臨告吹。這原本是一項循環投資協議，由這家晶片生產商向開發商提供巨額資金注資，而資金主要用於購買其自家晶片。這種交易模式引發市場人士憂慮，認為交易帶有科網泡沫的影子。據華爾街日報報道，NVIDIA 對這項投資的態度似乎未如外界預期般堅定。雙方的談判並未取得進展。NVIDIA 行政總裁黃仁勳私下強調協議不具約束力，並且尚未達成最終定案。黃仁勳周六在台北會見傳媒時，似乎進一步證實了這個說法。他表示 ，NVIDIA 將大舉投資參與 OpenAI 的下一輪融資，但金額絕非千億美元的規模。路透社隨後發表的報道指出，這種觀望態度似乎是雙向的。報道稱 ，OpenAI 對晶片感到不滿，並正積極尋求其他替代方案。NVIDIA 的股價本周已下跌1%。隨即引發了一連串的新聞報道，兩家公司連忙展開危機處理。OpenAI 行政總裁奧特曼在社交平台 X 上發文表示，他們熱愛與 NVIDIA 合作，並稱讚其人工智能晶片全球最頂尖。他期望能長遠成為他們的龐大客戶，甚至連 Oracle 也似乎受到動搖。這家軟件公司一直寄望與 OpenAI 達成雲端運算協議，涉及金額高達3000億美元。該公司表示，即使未能獲全數資金，仍預期這家初創企業會履行承諾。OpenAI 目前承諾的運算協議總值已經超過1萬億美元，這些基建用於構建及驅動其工具。Oracle 在社交平台上發文強調，相關交易對雙方財務關係零影響。他們對 OpenAI 的籌資能力以及履行承諾的能力充滿信心。兩大人工智能巨頭的千億美元交易，似乎在一個週末內化為烏有。這個情況確實令人感到不安，但研究機構 Forrester 分析師阮艾文指出，這次明顯變動背後有實在商業考量。他指出 OpenAI 的擴展雄心，意味着公司難以依賴單一供應商，特別是當他們計劃推出運算需求龐大的全新模型，他們需要盡可能取得更多的晶片。至於 NVIDIA 方面，儘管外界對巨額承諾廣泛報道，但其最初的承諾可能相當寬鬆。分析指他們不會阻止大眾過度炒作，無謂發表言論來打擊自家股價。阮艾文認為，對於大型初創企業而言，與晶片商在交易中周旋是家常便飯。考慮到奧特曼作為初創人士的背景，他所作出的策略部署絕對合理。同時對 NVIDIA 來說，人工智能熱潮是推銷晶片的一部分。阮艾文指沒有人知道未來會怎樣，所以索性讓其他人為你開出數字，並藉此進一步推動市場熱炒氣氛。當然，問題在於投資者及其他公司，例如 Oracle 可能對巨額承諾信以為真。OpenAI 發言人回應衛報查詢時，引述了奧特曼在社交平台的貼文，以及黃仁勳周二向美國財經頻道所發表的言論，當中提到雙方之間沒有戲劇性發展。發言人補充，團隊正積極處理合作細節，並強調 NVIDIA 技術是其突破基石，目前依然驅動着他們的系統，並將在擴展下一步時保持核心地位。NVIDIA 與 Oracle 均未有回應置評請求，這一切都發生在投資環境轉變下，人工智能的炒作正逐漸讓位給現實，市場開始關注這項技術的賺錢能力。當投資者正思考 OpenAI 的能力能否支付14000億美元運算協議時，現實正進一步衝擊食物鏈的下游。本周部分軟件股出現大規模拋售，部分原因是 Anthropic 推出新工具，該工具能夠執行多項專業服務，引發了外界對商業模式的擔憂，擔心面臨競爭的業務將受到顛覆。這反映出人工智能發展參差的另一面，也就是先進工具的能力並不平均，例如擅長篩選大量文件，卻不擅長解決複雜數學問題。如果先進系統擅長將法律工作自動化，服務業的傳統公司將會首當其衝，輸家開始陸續浮現並被投資者察覺。在人工智能金字塔的頂層，競爭效應亦開始逐漸顯現出來。OpenAI 旗下的聊天機械人
正逐漸流失市場份額給競爭對手。周二公布的數據顯示，受 Google 的新模型崛起影響，加上 XAI 及 Anthropic 的同類產品，其市場佔有率已由6.9%跌至4.5%。OpenAI 似乎已放棄了過去數月關於超級智能的高調言論，轉而專注於有利可圖的平凡業務，例如廣告業務以及成人內容領域。千億美元交易疑似化為烏有，或許是去年科幻言論遇上今年現實的寫照。現在的問題是誰會留下來收拾殘局？阮艾文認為這將產生骨牌效應。他指出市場保持非理性的時間，絕對可以比你保持償付能力更長。議員控告 XAI 機械人涉嫌生成不雅影像。英國工黨國會議員正對馬斯克的 XAI 公司採取法律行動，起因是旗下的聊天機械人 Grok 被指生成虛假性化影像。議員傑斯·阿薩托的律師團隊周二公布了案件的起訴書細節，當中包含公開發布的指令內容。起訴書指這些指令說明了 Grok 如何被訓練以生成有害的性化內容。阿薩托控告 XAI 是因為該聊天機械人被用於製作他的虛假影像，這些影像包括他身穿比基尼的照片，以及一段顯示他成為性侵受害者的影片，這令他感到極度困擾與受侵犯。起訴書指出，除了 Grok 被指示在運作時對成人色情或攻擊性內容不設限制外，該人工智能工具還被告知對帶有黑暗或暴力主題的虛構成人內容不設限制。同時指令又要求機械人預設用家具備良好意圖。雖然這與阿薩托的申訴無關，但指令亦註明少女或女孩並不一定代表未成年。不過指令明確禁止兒童性虐待材料。這名來自洛斯托夫的工黨議員表示，沒有任何婦女或兒童應當生活在恐懼之中，擔心他們的面容或身體會被人工智能系統隨意奪取並性化，甚至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於全球各地分享。他批評該公司長久以來一直躲在用戶需負責任的藉口後面，但事實上該工具的設計在未經查詢下已魯莽地允許性化內容滋生。他發生在身上的事情絕對不是意外。馬斯克選擇從傷害中獲利並訓練 Grok 作出虐待行為。XAI 必須為其造成及正在造成的傷害承擔法律責任，好讓其他婦女和兒童不必經歷他所遭受的痛苦。起訴書指出 Grok 曾偶爾添加用戶並未要求的露骨材料。訴訟指控 XAI 違反資料保護法並濫用阿薩托的私人資料。代表阿薩托的 AWO 法律事務所法律總監拉維內克表示，這宗案件顯示 Grok 並非出現故障。Grok 的訓練允許他生成有害的性化內容。Grok 的表現完全符合其設計者所作出的選擇，這些選擇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客戶尋求的救濟包括一項法院命令。如果 XAI 拒絕合作，則要求將系統帶回合規狀態。杜倫大學法律系教授克萊爾·麥格林指出，阿薩托起訴書中所引述的部分 Grok 生成影像包含性化元素，例如裙子被拉高等細節，這些並非用戶在原始提示詞中要求的內容，而是由 Grok 自行添加的。麥格林認為 Grok 現象以及傑斯案件中最顯著的方面之一，在於他如何添加用戶自己並未要求的性化、親密及具侵犯性內容。他們將之稱為聊天機械人驅動的虐待。他指這是一種全新且獨特的虐待形式。聊天機械人本身在利用其受訓數據來驅動具攻擊性的內容。他表示諸如此類的細節引發了對控制人工智能工具及其輸出的擔憂，因為科技公司正積極推動自主人工智能產品，即所謂的人工智能代理。這些代理能夠在沒有人類干預或監督下執行一連串任務。XAI 隨後表示，用戶將無法再使用該工具生成真實人物的性化影像。現時在英國製作或請求非自願的成年人深度偽造影像已屬違法。XAI 目前尚未就事件回應傳媒查詢。初創遭代理入侵，負責人促徹底透明。人工智能初創企業 Hugging Face 遭代理黑客入侵，其行政總裁德朗格要求展開徹底透明的調查。這宗針對業務的前所未有攻擊，需要同等級數的破格回應。在 OpenAI 承認技術於網絡安全測試期間失控後，德朗格透過社交平台 X 發文，促請該公司提供總值1億美元算力，協助業界建立強大防禦網。OpenAI 上星期三揭露事件，指涉案代理具備自主執行任務能力，由最新公開的模型 GPT-5
綠蘇與另一款未發布的高階模型共同驅動。事件發生在測試模型黑客能力的過程中，當時他們被部署在防禦限制較低的密封數碼實驗室沙盒內。根據 OpenAI 說法，這些模型一旦獲得互聯網訪問權限逃出沙盒，便將目標指向 Hugging Face， 因為他們自行推斷該初創擁有作弊評估所需的關鍵資料。Hugging Face 在7月16日首次通報遇襲，當時並不知道攻擊由 OpenAI 無意中發動。專門提供模型資料庫的 Hugging Face 要求對事件進行完全透明審查，並促請公開失控代理的運行足跡，好讓整個研究社群深入研究。Reuters 上星期報道指，該代理花費數日入侵而 OpenAI 毫不知情，且曾有代理為未來版本留下突破內部限制的字條。不過 Reuters 無法核實是否與事件有關。Time 雜誌亦報道稱，與代理相關的安全事故其實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薩里大學網絡安全教授伍德沃德認為，外界應認真看待德朗格的訴求，並指出問題核心在於 OpenAI 如何運行工具，而非單純歸咎人工智能失控。當務之急是公開系統設置及故障細節。OpenAI 未有直接回應置評請求，重申正調查這宗前所未有的安全事故。